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胡适给金融消费者稍微回点血啊，前两天打累了。3月5日，中国 A 股市场整体呈现强势反弹态势，结束了前几日受地缘冲突，也就是这个中东波斯湾紧张局势影响震荡调整的压力。主要指数全线收涨，沪指报收4108点，上涨0.64%，深成指数涨了1.23%，创业板指数报收3216点，上涨1.66%，科创50指数上涨1.72%，北证50指数上涨1.12%，五大指数集体飘红，创业板和科创板涨幅比较多，显示成长风格，科技方向相对占优。三个市场就是沪深北三个市场成交额2.39万亿，比前一个交易日多了200亿，这个交易量维持在相对活跃的水平。那个股呢呈现涨多跌少的格局，全市场4079只个股上涨，1306只下跌，所以说这是给这个金融消费者回点血昨天连打了几个巴掌，今天给他一个枣，就这意思为什么说是一个枣呢？这就不能不说这个叫上涨的中位数我记得前两个交易日前3个交易日吧，这个下跌中位数都是2%、3%，也就是一半的股票跌幅3%以上。那今天上涨对吧？今天是4000多只上涨，1300只下跌。那今天上涨中位数是多少呢？是1%，也就是说一半的股票涨幅在1%以上。那也就是还有一半的股票涨幅没到1%，甚至还有下跌的。这个对金融消费者来说，不就是叫大斗出小斗进吗？前几天连着挨几大耳光，今天给个枣揉揉就这么个区别所以说今天这个金融消费者情绪整体由前期的谨慎恐慌转向明显回暖甚至乐观，这叫记吃不记打。前几日市场受外围地缘冲突冲击，不少人出现恐慌割肉或担忧黑天鹅继续砸盘的情绪。3月5日，亚太市场集体反弹，日本、韩国大幅高开，韩国股市更厉害前两天跌20%，指数今天反弹11%，而且就这个韩国政府准备要救市了，所以受这个影响国内指数高开高走，创业板领涨，科技板块大面积飘红，很多人直呼终于止跌了，又开始躁动了。部分投资者心态转为死拿住，浮亏只是暂时的，基本面好的票终究会涨回来的，甚至有人调侃，看见大家都跳水，我心里就平衡了。也有谨慎的声音提醒，赚指数不赚钱，别追高，短线风险还在。总体而言3月5日 A 股的反弹让大多数散户从前期的风声鹤唳来回挨打的情绪中解脱出来，重拾信心，赚钱效应修复，带动了持股过节等待主升浪的主流预期。当然地缘消息仍存在不确定性，两会期间政策预期也在发酵，散户心态明显好转，但仍夹杂着别追涨小心跳水的理性提醒。我倒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明天是周五就周末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弄得不好要出现黑色星期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特朗普他不着调他每次都在周六整市，等到美股一收盘他就放个大招。为了防止这个周末特朗普又放大招大家还是要小心周五有可能有人先跑，先出来看一看，透个气儿周一再说。那么周五如果大家都跑的话，那周五恐怕就是黑色星期五。你防火防灾，你防这个防那个，你防不住特朗普。实际上在中国资本市场，散户投资者虽然占据了交易量的绝大多数，就是85%以上，但是常年陷入7亏2平1赚的魔咒。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的话，那1赚都到不了。根据市场数据90%以上的散户最终以亏损收场，而机构投资者往往能长期跑赢大盘。这种鲜明对比并非偶然。当然这个所谓的机构指的是社保基金、国家队、主力、保险资金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散户面临的层层困境，从市场环境的结构性不公，到个人行为和心理的内在偏差，再到外部经济压力的叠加，炒股本该是财富增值的途径，但对大多数中国散户而言，它更像是一场注定艰辛的博弈。理解这些并不容易，或许能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一丝清醒的指引。A 股市场的独特环境让散户从起点就处于劣势。中国股市常被形容为政策市，国家政策变动往往主导行情走向，而散户获取和解读这些信息的渠道远不如机构投资者高效。机构拥有庞大的数据库和专业团队，能第一时间捕捉政策信号，并据此调整仓位。机构它是裁判，对吧？人家下场运动参赛，而散户则多依赖网络论坛、股评节目或朋友圈的消息，往往信息滞后且碎片化。研究显示而在中国股市散户交易量占50%、85%以上，但他们对信息的处理能力明显弱于机构，导致赚指数不赚钱的现象普遍存在。当市场出现突发利好时，机构早已布局完毕，散户追弱时，股价已高起，稍有风吹草动便成为接盘侠。更严峻的是 A 股高换手率全球领先，这源于散户主导的市场特性，情绪化交易放大波动，专家操纵股价成为常态，散户易被低抛高吸的陷阱套牢，而专家则通过制造假象，与假的这个涨停板的托板或者是盖板，诱导追涨杀跌，最终让散户成为韭菜。散户自身的交易习惯和行为偏差进一步放大亏损风险。许多散户缺乏完整的交易计划，买入前只凭感觉或热点跟风，却忽略止损和仓位管理。数据显示，频繁交易是散户亏钱的首要元凶，一年上百次买卖，不仅手续费侵蚀利润，还因胜率低而累积损失。典型问题就是追涨杀跌，看到股价上涨就急入买入，忽略已累积的涨幅过高，下跌时又死扛不割，幻想反弹，结果越补越亏。那说的就是上海建工那个爷叔行为金融学解释了这种现象，说沉没成本效应让散户不愿承认错误，羊群效应则放大从众心理，导致集体追高或恐慌抛售。此外，满仓操作和持股过多也是常见的毛病。一个散户精力有限，却试图分散持有多只股票，往往无法深入分析基本面，沦为凭运气下注。在社交媒体上，很多散户分享自己的炒股经历，一买就跌，一卖就涨，仿佛有一双眼睛盯着自己的账户，仿佛市场在针对自己。其实这就是情绪交易的恶果，是一种心理现象。也就是说这个对散户来说基本上很难赚到钱，凭运气赚的钱最终要全部送回去，还得加上利息。今天红了一天，指数回来了一大半了，基本上就回来了指数但是散户呢，他的账户可是永远回不来了，对吧？跌的时候中位数是下跌2%、3%，反弹的时候中位数是只有1%。这个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应该让人警惕的就是黄金。今天我看到新闻报道说全球最大黄金 ETF 持仓单日大幅减少18吨。这个全球最大的黄金 ETF 持仓较上日减少18吨，为2013年4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减持量。当前持仓量是1081吨，这是13年来这个减仓最大的一次。什么意思呢？反正这些炒黄金白银的，还有这个什么贵金属的，甚至那个什么炒铜的，这条线的都要小心了。炒有色金属的，说不定黄金这个就要崩盘，也不能叫崩盘吧，恐怕就要往下走了。为什么呢？你很有可能跟中东局势有关系。也就是说，在资本市场看来，中东的局势已经掀不起大浪了，对吧？这个局势是一边倒。但是这个东大的盘盘们还有东大的这些正能量媒体，还有这个军事专家，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伊朗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东大的赢学家们一次又一次赢了特朗普抓了马多罗，对吧？大半夜里从床上把他夫妻俩、公婆俩
给拎起来带到美国，生擒活捉啊，那也是特朗普输了，反映出美国对吧，不能打一场什么持久战，只能搞这种上不了桌面的、上不了台面的偷袭。这回好了，这个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空军打击，对吧？第一天就把哈梅内伊还有40多个高官一把带走，这也反映了美国不行，还是伊朗赢了。你不敢派地面部队啊？你看伊朗现在的反击多猛烈，所以说美国还是输了。我看有盘盘发帖说特朗普根本没想到哈梅内伊虽然死了，但临终前的一项安排会这么厉害。也不知道哈梅内伊临终前什么安排厉害不太清楚。总之哈梅内伊虽然死了，但是照样给特朗普造成很大的麻烦，特朗普还是输了。有网友就说了，没死也厉害，死了还厉害，这不懂就问，说那么厉害怎么会死得那么惨？所以说在东大的这个媒体上面，还有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这种近乎是一边倒的伊朗赢麻了的这种视频和这个节目，还有这个老的桥段子老的剧本，就是每一次一打仗然后就是网上就有人拿那个游戏那里面的画面截取，然后P 一下，然后说这是美国军舰被这个炸沉，对吧？被击中起了大火，甲板上烧得漆黑，很多都是从那个游戏那个画面里面截取的。这个居然能骗很多人，让很多盘盘们热泪盈眶。还有这个说什么伊朗的飞行员驾机像那个日本那个零式战斗机一样的自杀式飞机，直接自己被击中之后驾着飞机撞向美国的军舰，在这个东大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感动了一大片盘盘们，痛哭流涕感动结果稍微的玩过游戏的人都知道，那就是各种这个战争游戏里面的这个画面都能骗人。一开战最高领袖到最高层军事指挥系统几乎团灭的，对吧？居然能吹成赢家，并且还吹出殉道战术，这真是闻所未闻呐！我看有个盘盘留言说当时看到那个画面，就指的是这个传言中的伊朗的飞行员驾着被击中的飞机撞一下美国的军舰，看着那个画面，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害我白哭了一回。国内的这些专家呢，更是当仁不让，笑料百出这个金教授发了一个微博说，10多艘油轮中弹，伊朗锁死全球能源咽喉，美国拦得住吗？这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什么军事专家，或者是什么地缘政治专家这是拿国家津贴的，拿国家工资的这不像咱们自媒体纯粹就是说了快活他们是对吧？是国家养着的，豢养的你比如胡锡进老师，那拿的退休金很高对吧？他自己也说了，他是叫什么舆论边疆守卫者。这个金教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10艘油轮中弹，伊朗锁死全球能源咽喉，美国拦得住吗？这边美国拦得住拦不住咱不知道，反正养他的人给他来了一个大耳光子。什么大耳光子呢？这个东大已经说了要求伊朗保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信安全，这个发言人已经说了吧，外交部。然后这个昨天胡锡进老师还说了，对吧？说霍尔木兹海峡被这个伊朗给封锁了。特朗普说了我要派军舰去护航，我要什么？要美国的那个再保险公司这个我昨天节目就说了，他只要那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这个意思，对吧？他要在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制造事端，那很多船他就不敢走，对吧？谁敢冒着生命的危险从那走你是赚钱也不是赚命，对不对？所以说不要说这个船长了，那船东，对吧？航运公司那都不让他走，那也继承了算谁的呢？最主要一旦那个地方有危险之后那很多保险公司他就不再承保了，因为那地方风险明显高的，对吧？你交钱再多人家也不承保，不承保那个船东就更不敢走。保险公司为什么不敢承保呢？是因为这个风险大他赔不起。好，一般的由再保险公司，对吧？担保。再保险公司呢，一看我也不保了，我他妈，对吧？你这保险公司赔不起，到时候跟我赔，这是叫再保险公司一般都这么运作。因为你那个地方局势比较紧张，万一船沉了，那个可不是个小数字对吧？万一打死几个人，那船员也有保险呢。所以特朗普就说了他要美国的什么金融什么公司要给那个再保险公司担保，就是再保险公司后面还有保险公司，你要出了钱他来赔。所以这个一下就让这个船东或者运输公司或者是，对吧？他们就赶走了，因为万一击沉了有人赔钱呢，人要被打死了，那你也得赔钱，所以他就赶走了，就这么个事所以特朗普说而且还派军舰护航，因为特朗普也不希望真的美国赔钱呢，你万一那一艘船打沉了，那美国政府掏钱呢，所以说他也派军舰护航。结果胡锡进老师支招，对吧？昨天这个就是送肉上门让这个伊朗要抓住机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他几艘美国军舰。今天这个金教授也是10多艘油轮中弹，伊朗封锁
全球能源咽喉，美国拦得住吗？就是完全不顾大国利益。大国说了，你这个保证霍尔木斯海峡通信安全，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大国豢养的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那就完全跟大国利益反着来，也就是为了打击美国不在乎大国利益无所谓的，就这些人是为了反美而反美，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对吧？所以说大国都表态了，对吧？要保证霍尔木斯海峡通信安全，一刀扎在自己大腿上，你不知道吗？还在那犯傻，还要让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扎得深一点，再多扎几刀，结果人家伊朗人家也很对吧？老实挨打要立正呢。当地时间5日上午，伊朗叫什么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副司令，这也不知道是地方一个军阀吧，反正我也分不清什么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副司令海达里，这哥们估计是手下控制着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那一块是吧？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并未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海达里称，目前伊方正根据国际相关规则和既定协议，对通过该海峡的船只进行处理。这大嘴巴扇的，对吧？伊朗这个时候都已经晚了，这2月28号那天就应该对吧？立马跳出来，站在道德制高点，说我就要保证霍尔木斯海峡通信安全，管你谁的船都可以在这过，我要保证。结果你听这些盘盘们的，对吧？你这盘盘们人害死人不偿命盘们出的都是馊主意让伊朗干封锁霍尔木斯海峡。所以我说这个哈梅内伊已经死了，在天之灵，如果他但凡对吧？这地下有知那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对吧？这些金教授什么胡老师这些人，那比那个特朗普比内塔尼亚胡还让人可恶对吧？你死在特朗普的和内塔尼亚胡的导弹下，那叫技不如人。你死在这个胡锡进老师还有金教授这个馊主意里面，你说憋屈我看还有网友说说伊朗这手太高明了，感觉背后有高人指点。哪一手呢？这个盘盘们说说无差别攻击所有中东国家，把水搅浑，让其他中东国家也必须下场和美国打，用数量换质量，长此以往，美国必败，就和当年越战一样。这次美国算是碰到硬骨头了，斩首行动也没有用。现在伊朗根本没有实际上的首领，都是各自为战，全民抗美，有点我们当年地道战的味道了，打一枪换个地方。盘盘们留言说是感觉背后有高人指点，哪什么高人指点呢？不就是盘盘指点吗？就是胡锡进老师还有这个金教授指点，盘盘指点。你伊朗要听盘盘的，就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这些盘盘们还在那一个劲的兴奋。伊朗已经群龙无首了。群龙无首反而有好处，叫去中心化。你就不知道他哪个是首领，你打也没用，对吧？要按这个逻辑的话，那就是哈梅内伊死之前有中心化，对吧？集权统治那是错误的还不如早的对吧？去中心化。这盘盘们基本上这个挺谁死，一个一个的对吧？被这个盘盘们挺到沟里去了。这个俄罗斯的盘盘们也一样。俄罗斯的这个宣传员叫索洛维耶夫，这个电视台的一个著名的评论家是吧？还是这个主持人？他说对伊朗采取的同样策略，迟早会被用来对付俄罗斯和某大国。对付不对付俄罗斯咱不知道，对吧？你不要把某大国给扯上。如果某大国要遭到俄罗斯或者美帝的对付，如果对吧必须要遭一个对付的话，那宁愿让美国人对付，也不要让俄罗斯人对付。所以俄罗斯人不要在这儿这个叫自作多情对吧？当然了，不被对付是最好的。如果说必须有一个对付，那就宁愿跟美国人，对吧？您跟君子打一架，不要跟小人扯半天。这个索洛维耶夫说这需要多久并不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对伊拉克和伊朗等了多少年，我们必须摒弃幻想，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对手是谁，我们必须现在就得出结论，要么我们赢，要么我们被彻底消灭。他说就不要老是我们，那你跟谁们呢？对不对？你这个吃席的时候不叫，挨打了就我们了，你说这叫什么事？这些俄罗斯的盘盘们，还有这东大的盘盘们，还在沉浸在那个正义联盟的这个意境里面还在意淫。不过胡锡进老师开足马力，还是找到了这个美西方的很多蛛丝马迹，就是反映美西方已经不行了。虽然把伊朗打成这个样子，但是还是凸显了美西方矛盾不可调和，必然衰亡。胡锡进老师怎么说的呢？昨天发了个微博说，这是180度大转弯。英国和西班牙是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时最坚定的欧洲盟友，英军出兵与美军组成美英联盟共同战斗，西班牙也出兵执行了非战斗任务。但是这一次这两个国家同时拒绝美军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攻击伊朗。特朗普非常恼火，
公开指责英国耗费过多时间，称看到两国关系显然已不如从前，这令人非常遗憾。特朗普还骂西班牙是糟糕的盟友，并宣布与西班牙断绝所有贸易往来。胡锡进说03年欧洲分裂成两派，法国、德国明确反对攻打伊拉克，法国还威胁要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迫使美国绕开安理会授权，直接动武。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都获得安理会授权。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成为冷战后第一场未经安理会同意、美英自行开战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在那场战争中，由于法德明确反对，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他贬损为老欧洲，西班牙和支持战争的东欧国家则被称为新欧洲。现在英国、西班牙带头拒绝美国使用他们的基地，原因正如斯塔默在英国的议会所说，伦敦不相信从空中改变政权。他说历史告诉我们，确保英国的行动有法律依据非常重要，这是从伊拉克战争中汲取的教训之一。英国在伊拉克战争中阵亡179人，西班牙批评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是违反国际法的，不公正且危险军事干预。欧洲其他国家的公开表态总体比较消极，但有更加模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使用了谴责一词，是我看到欧洲国家最严厉的表达，不过各国都不愿意直接卷入，所以出现了英国和西班牙拒绝让美国使用军事基地实施打击的情况，这惹毛了特朗普。最后胡锡进老师得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叫美国发动伊朗战争不得人心，现在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了。这胡锡进老师这个总结能力很强就把这个英国和西班牙不愿意，对吧，就是提供这个军事基地就美国在这些国家不都有军事基地吗？他不允许他用这个基地去攻击伊朗，所以说得出个结论就是美国不得人心，这就是宣传员的作用。从各种角度找到这个美国不行了，美国不得人心，对吧？这个美国要败了这个卢提辖拳打镇关西，不得人心，因为他这个围观群众里面有一个人，对吧，说了一些不一样的话，所以这就是卢提辖拳打镇关西，不得人心。怎么说呢？盘们根据自己的认知，根据自己的立场得出一些结论也是无可厚非娱乐嘛，吃瓜嘛。但是盘们还得注意，不要跟国家的大政方针对着干，对吧？你盘们天天嘴上喊的是国家利益，但是你说他哪里在乎国家利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你最受损失的就是谁结果他就是支招，对吧？让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攻击往来船只，一滴油都不要流出霍尔木兹海峡。你说你嘴上喊着是国家利益，实际上你跟国家利益对着干，你这迟早是要倒霉的，对吧？胡锡进老师再这样的话还得封一回，还得禁言呢，这是反美反出魔怔了，就不能为了反而反，都一样为了反而反一定，对吧？那叫极端，那叫自己给自己挖坑还是实事求是比较好也不知道胡锡进老师接下来会从，对吧，这个伊朗波斯这个局势里面也要发现什么样的个伟大的新的观点证明这个特朗普不行了，发现伊朗又是大获全胜。总之伊朗有一个领袖，伊朗也厉害，伊朗没了领袖还厉害，那你说没了领袖更厉害，那到底伊朗还要不要领袖呢？就是你盘们到底说是实话，对吧？告诉个准信人伊朗那边还在琢磨着，还在88个专家还在选领袖，完了之后还得冒着被以色列人炸的危险。以色列已经说了你再选一个新领袖我还得炸，拦不住。那盘们认为没有领袖伊朗更厉害，那到底要不要领袖，对吧？人家伊朗那边还准备着选呢，你盘给个准信，对吧？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封锁还是不封锁，这盘们也给个准信。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